靜坐之中，感應到法壇兵馬調度的玄機，如同在內心觀看一場微縮的天地征伐，陰陽意氣流轉，五行生克隱現，將帥呼應，兵出列陣，充滿一種森嚴不可侵犯的氣象。每當感應於此，便深深覺得這其中的體系精微玄奧，法道嚴謹縝密，實在不是平常言語能說清楚其深奧的萬分之一。又常聽到調兵不明理、反招陰殺侵的古訓，時刻記在心上，日夜警惕，深知這是關乎天地律令與法脈傳承的重要，絕不敢憑個人淺薄的智慧與見解隨便猜測天機。然而學道之人偶爾有點體會，如果不記錄下來，呈現出來以求印證，又怕閉門造車，誤入歧途還不自知。所以今天我不顧自己粗淺，懷住誠惶誠恐的心，緊將平日修行中憑藉一點點感應和體悟所看到的零星片段，特別是關於法壇兵馬的根本來源、嚴密編制和運作道理的淺見找作整理。這篇文章就當作我個人的修行筆記和思考所得，虔誠地呈給各位前輩師長，高度大德。文中所述都盡量基於古法傳承的正統脈絡，加上我自己在實修中的一點點體證，但我深知自己根基淺薄，學識有限，所見所感就像霧裏看花，隔住簾子看影子一樣，肯定有許多片面的、錯誤的、有偏差的地方。因此誠懇希望各位前輩師長大德同修能用無上的智慧明察秋毫，以慈悲的心懷給予輔正，懇切地指點迷津，好讓我不至於因為無知而誤入危險的路徑。也盼望這篇文章能為各位同道的深入研習提供一點可供辨識、討論甚至批評的淺薄參考。要理解這一切，首先要建立一個根本的認知，一座真正活住、具有威靈的法壇，它之所以能夠光耀四方、通達三界，其力量完全絕，不僅僅在於法師個人修為的高低，更核心的奧秘在於，這法壇本身就是一個無形卻真實存在的最高指揮部，它內部蘊藏並統御住一支建制極度嚴明、法理異常清晰、戰力極為驚人的道兵法想集團軍。這支軍隊的建設不是一天完成的，它有深遠的源流和清晰的層次，如同百川匯海，缺少任何一股氣勢和完整性都會大打折扣。這支軍隊的兵員根據其來源和本質，可以分為三大類，他們共同構成了法壇力量的三重合法性基礎。第一類稱為祖至親軍，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力量。他們不是外來戶，而是與法壇共生共榮的自己人。其來源是歷代祖師在正道登真之後，以其累世積累的無量功德和普度眾生的宏偉願力，混合自身純陽的神色，化現而成；或者是祖師生前那些心意相通、誓死追隨的護法神將，分靈顯化而來。這支力量通過一代代師徒之間心印秘轉、口訣享受，並持續受到本門法脈香火順力的滋養，其靈性和威能會不斷增長，愈發純粹。他們是唯有本門正統轉成者才能感應和調動的家底和根基。他們與法脈同呼吸、共命運，不僅認得歷代祖師獨特的心印關竅，更深本門各種不外傳的秘法和戰技。他們就像古老世家裏世代效忠、知根知底的家臣，也像開國皇帝身邊那些從龍有功、忠心不二的近衛宿將。這支祖至親軍是法壇力量體系中最核心、最隱秘也最可靠的基石與靈魂，承載住整個法脈獨特的戰鬥意志、行事風格和不朽的傳承精神，堪稱法壇的戰魂。然而，僅有代表血脈傳承的戰魂，還不足以在天地三界的宏大秩序中彰顯法壇的正統地位和合法權柄。這就需要引入第二類力量，即官軍。這支軍隊的來源是法師依據嚴格科儀，虔誠地接受相應階位的扶持，由三界內掌管相關事務的官方機構
比如總管雷姆的天書院、管理山河兵馬的代岳府、統合幽冥律法的豐都牙等，根據法師所受法的品階高低和職權範圍，正式審核其資格，考核其德行後，依照天界的律例條文，所撥付配屬的正式官將、僚屬和理兵，這批兵馬的姓名、職位都記錄在天庭的檔案之中。在法界各有明確的執掌和差事，他們的本性清正剛直，不摻雜邪思，紀律嚴明如鐵，令行禁止。好比人間王朝中那些拱衛京城、代表皇權威儀的禁軍儀仗隊，以及奉命巡查四方、執法無情的欽差大臣，他們的存在和效命本身就是天庭律法和秩序。對這位法師職權範圍與行事能力的正式認可和權威背書，法壇只有憑藉他們，才能名正言順地行使權力。其發出的號令，在三界正規體系內才會被承認和響應。他們實質上是法壇對外彰顯其正統性、權威性的儀仗隊和公章，是法壇的律旗。但是，無論是深邃如戰雲的祖治親軍，還是威嚴如律旗的職官軍，他們的數量和擅長的領域，往往比較專一和高端，難以完全覆蓋法壇在紛繁複雜的陰陽兩界中需要處理的所有具體、瑣碎，甚至充滿陰俗之氣的事務。因此，就需要第三類力量來構成法壇最廣泛、最直接的實戰基礎，這就是納化營軍。這支隊伍來源最為複雜，他是法師本人及其歷代祖師前輩，在漫長歲月中濟世行道、斬妖除魔、平定地方的過程中，憑藉至高法力強行降服鎮壓，或者以自身光明的德行善功，潛移默化咁招撫，又或者在執行破壞、納獄、收押等特定法事時，勒令那些為禍一方或盤踞某地的靈界眾生歸順，讓他們發願護法以贖清前罪。這其中包括山川靈氣孕育的精怪、幽冥深處統領部分亡魂的鬼祟鬼將，地方上因忠烈或靈異而受祭祀的英靈善神，甚至包括那些原本性情兇戾，但經過法師長時間教化閃練，逐漸褪去暴戾之氣，專而為法壇所用的前邪祟、妖魅等等。這支隊伍成員性情各異，修為深淺不一，動機也比較複雜，或出於敬畏，或為了立功德想改善境遇，或希望贖罪解脫。然而，他們最大的優勢在於都是老江湖，深切了解幽冥世界的運作規則和各種層面的潛規則，熟悉一方地理、氣脈、鬼情與潛在危險，並且擁有極其豐富的來自不同層面的實戰經驗和生存技巧。他們是法壇處理一切具體性、事務性、繁瑣性以及涉及陰性、俗性領會問題的絕對主力和前線尖兵，構成了法壇最直接、觸覺最嚴的實戰軀體。現在我們有了來源、品性、能量層次和行事風格都大相徑庭的三股力量：戰雲、祖治親軍、律旗、職官軍、軀體、納化營軍。他們就像天地人三才，性質不同，卻必須共同附在一體。如果沒有一套至高至妙、圓融無礙的統御整合大法，強行把他們聚集在一個法壇下，不僅無法形成合力，反而極容易因為氣場衝突、理念不合而產生內耗，甚至可能因為駕馭不力而引發反噬之禍。所以，如何將這三元之眾完美地整合，淬煉成一支進退如一、號令嚴明、戰法精妙，如被洗指的鐵血雄獅，就成了衡量一座法壇是否真正有成、一位法師是否具備帥彩、一位護壇陰帥是否擁有將略的最關鍵標誌。這其中的無上奧秘，其核心就在於法帥立極定綱，陰帥執勢統兵這一上下交融、陰陽共濟的至高法則，並且依源於天地根本的五行分化學說，作為練兵、布陣、作戰的核心指導思想與具體技術框架。具體來說，法師作為一壇之主帥，法脈在當世的化身，他的首要與根本職責在於立法與定綱，
在內在層面，法師必須以歷代祖師相傳的獨特心印為橋，深入靜定，溝通祖師的法源，從而喚醒、激活並完全繼承那股與法壇共存共榮、隱而不顯的祖至親君。在外在層面，法師需要在授儀式中以至誠之心感通天地，才能順利接引那些與其職相匹配的職官軍。然而，更為關鍵、更具奠基性的一步，在於法師必須為整個下壇所統屬的萬千兵馬，奠定下不可動搖的能量運轉基本框架與根本行動總綱。這就要求法師在內練功夫達到心定、玄妙之境時，運轉自身所契合的先天一氣，觀想並引動宇宙根本的五行真義。東方青木的生發、舒展、纏繞之機，南方離火的光明、焚化、正除之性，中央樹土的厚重、承載、穩固之德，西方庚金的肅殺、收斂、豐陽之氣，北方壬水的潤下、滲透、滋養之能。法師將對五行生克、流轉、變化的深刻領悟、凝練、華具象化為五道統攝萬靈、貫通陰陽、蘊含無上權威的核心符鈴。這五道符鈴會以無形的方式深深刻印灌注在法壇的根基，同時法師會以正式敕命的形式將行使這五道符鈴所代表權力的付印或執行權鄭重授予他最重要的助手護壇音帥，常尊稱為地主、鎮壇大將、監壇護法等。這就好比人間帝王為新王朝設立六部的根本官制與職權範圍，好比為新組建的大軍鑄造並頒發象徵天地四方的至高帥旗與兵符。這就從最根本的法理和能量結構層面確立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軍府或戰營的合法編號、明確的權責邊界，以及內部能量運轉生克的根本大法。法師定下的是整個兵馬體系的憲法，是宏觀的道之戰略與理之總綱。而護壇音帥作為法師親自敕封授權的全權前線總指揮與最高行政長官，其職責則完全在於執法與統練，是將法師繪製的宏偉藍圖轉化為具體、可操作且戰力強大的現實的總工程師和總教官。這項工作細緻而龐大，分為三步。第一步，鑑別歸流，因材自編。音帥憑藉其作為陰性神奇的天然、慧眼和對各類靈體氣機的深邃洞察力，仔細審視所有匯聚在壇下，等待整編的萬領，能清晰辨識祖師親軍中那些將領殺氣逼人卻內含純陽道運，適合做金營統帥，專司攻堅破壤、斬首奪旗。上官章仲那些功曹使者靈動迅捷、傳遞如風，適合編入木營擔任哨探，順時與情報節點。納化軍中那些鬼王囂帥性情暴烈如火、勇猛無囚，適合編入火營當先鋒突擊隊。那些靈體生前為將帥或是山川地奇，心性沉穩厚重如山，最適合編入土營，專責構築防禦、鎮守法壇中樞。又有那些精雲水怪機變百出，善於隱匿，則須納入水營，施職滲透潛行，治療傳訊。這叫做因材施教，人盡其才。第二步，打破源流，混編重製，這一步至關重要。音帥深知，如果讓三大來源的兵馬保持各自獨立的體系和山頭意識，必然會產生隔閡、攀比甚至內鬥。因此會以無上權威與巧妙手段，徹底打破三元兵馬之間的出身壁壘。具體做法是將三者完全打散原有的組織結構，進行深度徹底的混編，在新的五行各營中，讓地位崇高、傳承悠久的祖至親軍成員作為各營的精神核心，戰技總教官與法脈傳承的火種，以其深厚的認同感、榮譽感和豐富的傳承戰法，來凝聚軍心，傳承獨門戰意，讓紀律嚴明、法理性強的職官軍成員作為各營的軍紀督察、律法典範與戰術協調官，以其嚴格的紀律性、
正規化的素養和對天條的熟悉，來確立並維護整個軍團的日常規範和作戰條令，而將數量最龐大、成分最複雜的納化營軍成員，有計劃按比例地分散填充到各營、各隊、各伍之中。這些納化營軍成員將在祖自親軍骨幹的戰技傳授與精神引領下，在職軍成員的紀律約束與正規訓練下，逐步磨去原有的野性和散漫，將其千奇百怪的異能引導規範到法壇的戰術體系中，化為可控可用的紀律力量。如此一來，投誠者的野性被馴化為勇力，上官將的規章被活化為實效，祖自親軍的傳承得以廣泛播撒，三者有機融合，不分彼此，形成真正的合力。第三步，依綱操演，五行成陣。欽帥嚴格依照法師立下的五行根本法度，對各營進行極致精準的專業化、系統化操練。這不僅是技能訓練，更是將五行哲學內化為戰鬥本能的過程。牧營專攻生機感知、氣脈追蹤、情報積忘，以及用木氣纏繞困敵，用生機之氣滋養友軍，溝通環境草木作為額外耳目之術。火營錘煉各種烈焰焚燒、光明淨化之術，注重焚邪淨化的針對性與控制力，要求能用純陽炎火精準破除陰燭、詛咒、污穢、毒障，且修法有心。土營演習防禦、陣風、承載之法，不僅要能構築堅壁，更要掌握載物化解的妙用，能吞納、承受、分散並轉化敵方的能量攻擊，穩固陣腳。今營收集極致的鋒銳、突破、斬殺之技，專注於凝聚一點，無堅不摧，用以破解各類護身罡氣、法器夾咒、陣法屏障乃至空間封鎖，是定點清除的尖刀。水營精研滲透、潛行、隱匿、治療之術，成員雖能如水無孔不入，滲透敵陣、探查擾敵，也能以水之自由進行防禦治療。在此基礎上，欽帥還會定期組織大規模的跨營五行生克合練，模擬複雜戰場，演練木生火、偵查引導強攻、火生土、猛攻後立穩、土生金、穩守中穩肉反擊、金生水、肅殺後接續治療、水生木治療後重整偵查的能量流通與戰術循環，使各營在實戰中能夠心意相通，配合無間，戰陣變化生生不息。當法壇面臨外敵侵擾或需要主動執行法務時，這套體系的精妙與威能便會淋漓盡致地展現。法師高舉上壇，靈台空明，以祖自親軍緊密護持自身元神法源，確保指揮中樞無恙。同時，以職官軍的正式名分與權柄，向上界奏明事由，請頒敕令，向下界宣達嚴正法旨。從道理與法理的至高層面，定下此次行動的根本性質與不可違逆的戰略基調。心念微動，作戰指令已透過與欽帥的秘契聯繫瞬間下達。護壇欽帥接令，立刻從管理者化，身為最高效的戰爭樞紐與指揮核心，依據感知到的敵情性質、強弱、來路，精準調遣五行營隊展開戰術行動。若敵方施展污穢血腥的邪術、毒障，欽帥則立即派遣火營為鋒芒，陣列中以收復歸化、性情暴烈但已被掌控的閻魔厲鬼為衝鋒矛頭，利用其對同類邪氣的熟悉與悍勇，發揮極致破壞力。以祖師麾下久經戰陣的火部神將在後壓陣，穩定軍心。更有上撥副範理性強的火府官將在側監軍督戰，確保攻擊符合天律法度。一度融合了野性、傳承、法度的烈焰洪流過處，萬衛成灰。若敵方將持金鐵殺氣、飛劍暗器強攻，欽帥則急令土營主力如山惡龍起，防禦陣營中由敦厚強韌的山川地旗靈體構成主幹框架，混編其中的上土府官將以律令之力加固結構韌性，再以大量修復的擅長防禦的陰雲箭卒、石精土怪填充細節縫隙，構築銅牆鐵壁，任敵攻勢如何風壤連綿，亦難撼動分毫。
若需無聲潛入敵境探查，擾亂敵後，則水營與木營的騎兵早已出動，化整為零，融於地脈水氣、草木靈機乃至陰影微風之中，無影無蹤。若戰局膠著，須一取定音，音遂便下令今營若卒集結，全營將純粹的肅殺鋒刃之氣匯聚一點，化為一道無堅不摧的絕世鋒芒，直貫敵陣核心要害，頃刻瓦解其指揮體系或能量核心。由此可見，一座修煉至大成、運轉圓融的法壇，實質上已是一個生生不息、內外循環、具有高度智能與應變能力的微速度景畫靈界戰國。其中早自親軍是其傳承不朽的戰魂，賦予歷史底蘊與核心凝聚力；即冠軍是其正統權威的律旗，賦予絕對合法性與法理威嚴；納化營軍是其浩瀚強韌的實戰軀體，賦予強大的具體執行力與靈活應變手段。而法師與護壇音帥，一陽一陰，一為怒為心定綱立法，一為手足經脈執法統練，二者陰陽和合，上下交融，將來源品性截然不同的三股洪流悉數導入五行分化。這條既契合宇宙根本生克大道，又具備無限戰術彈性的河道之中，使得合力不僅是簡單相加，更是相生相濟、相成相輔，威力層層疊加，循環往復，沛然莫之能御。此法此制，非經年累月苦心經營，非內外兼修真功實證，非對天地人神鬼有深刻體悟而不可得。如此構建並千錘百煉出的道兵法上雄獅，進則能戰，戰則能勝，攻無不克；退則能守，守則能固，穩若泰山。靜則為法師修煉之無上護法，隔絕外魔，清淨壇場；動則為掃蕩擾紛，澄清寰宇，捍衛正道之無形利器，替天行道，濟物利人。唯有達到如此境地，方不愧對歷代祖師薪火相傳之深恩，不負天地賦予之權柄與信眾寄之期望，真正成就一座通天達地、威靈赫奕、福澤綿長的圓門正法壇庭。以上所陳述的這些冗長內容，都是我在日常修行靜定之中，憑藉一點點感通，體察法壇氣機起伏、兵馬意韻流轉的現象，結合自己所閱讀的有限經典章句，所聆聽師長前輩的片段交匯，在心中反覆琢磨、拼湊、揣摩，才得出的一點愚見和猜測。這個過程就像盲人摸索大象，雖然用盡全身心的感知去描繪它的形狀、紋理、動靜，但終究所接觸、所知道的不過是這個龐然大物的一小部分，甚至可能把尾巴誤當作繩子，把象腿誤當作柱子。所述說的內容必然遺漏很多，以局部概括整體，甚至可能存在根本性的錯誤和主觀臆斷。法壇兵馬調度之道，其深遠如同幽冥大海，不可測量其底；其玄奧如同浩天宇宙，難以窺見其邊際。我今天所說的，不過是用瓢測量大海，用竹管觀看天空，用螢火蟲的微光妄想照見太陽的光輝。其中我自己知道，必然有無數細節的疏漏、邏輯的錯誤、概念的偏差，乃至根本認知的錯謬。因此，我懷住至誠的惶恐、迫切的請教與無比的恭敬之心，將這些粗淺、混亂、尚未經過完全印證的體認公之於眾。這個舉動絕不敢自以為是，也不是好為人師，實在是出自己這塊粗陋的磚頭石塊。因此期盼能引來各位前輩師長，大德同修手中的金玉良言，智慧明珠。無論是文中涉及的體系構建的根本道理，細節操作中沒有說明的秘轉關鍵，各類概念定義是否準確周全，或者是任何一段論述中存在住與正統傳承相違背、與實修實證不相符合的地方，懇請各位不要吝嗇賜教、嚴厲批評，完全依照法理糾正，當頭棒喝也沒有關係。只有在各位如明燈火炬般的智慧光芒照耀下，在各位同道好友般的坦誠切磋磨礪中，我才能在這漫長無邊、時常有迷霧的修行道路上，
逐漸辨識出正確的前行方向，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緩慢而堅定地前行，而不至於因為無知自滿而滑入歧途險境，耽誤自己，讓大家見笑。願意這篇不成熟的文章開啟我的愚昧，開拓我的心胸，同時也僅供各位同道辯證時參考，批判時使用，以期共同探索玄門那幽深玄妙、奧妙無窮的真實境界。言語不能完全表達心意，文章不能完全闡明大道，只有這片誠心可以明明白白，不勝感激，惶恐到極點。